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平安。我们今天早晨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站立，为回首。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主。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到主的面前。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对我们主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一起来信心宣告说：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主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盾牌。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我渴慕来敬拜，我渴慕来敬拜你，我渴慕来敬拜你。我们渴慕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来向他献上我们的感谢，也承认我们的亏欠。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赦免。我们一起用主的话，我们一起来诉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我们要感谢上主，赞美他，因为他是赐下各样美善恩赐的主，他是真光，他是造物主，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他用他的真理来生我们，他是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一个经文里面来认识他。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祈求圣灵来感动，使我们脱离一切这些的邪情污秽，我们用心来领受他的真道。弟兄姐妹，我们开口来祷告，我们来开口来赞美这位神，也求他来用他的道来改变我们。
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美善的，你是各样恩赐的主。主啊，你也是众光之父。主啊，你也是用真道生了我们的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太丰富了，我们要更多的来认识你。主啊，我们无论是在实体或是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你的恩典，领受你的慈爱。主啊，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是美善的，你是我们的阿爸天父，你也是能够用真道改变我们、赦免我们的主，让我们能够呼求你用真道来叫我们得着自由。这各样美善的主，你是我们的阿爸天父。你看到我们的需要，说你预备了各样美善的恩赐，随时让我们来支取。主，你是生命的源头，我们需要与你连结。我们知道在这世上有许许多多要影响我们离开神你的恩典的这些邪情污秽。主，我们求你，因为你将你的真理显明，也教导我们，让真理成为我们得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帮助，也让我们在每一天行走这样恩典道路的时候，专心注目在耶稣的身上。愿你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专心仰望你，专心来敬拜赞美你。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为着我们的需要，为着我们身心灵恳求神来帮助我们，来经历他丰盛慈爱跟他的恩典。我们一起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愿他的慈悲，愿他的慈爱他的诚实来护卫着我们。我们在这几方面我们都需要。我们看见弟兄姐妹，无论是在身体的，我们有一些的心血管疾病、癌症，或者是一些的经济方面、亲子方面，或者是关系方面我们都真的很实在的去面对这些的挑战无论是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或者实体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真的是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当中有需要有这样的服事祷告，你也可以原地站立起来。我们要一同来经历神的恩典，在困境的当中经历他的供应、他的医治。他来就是要使人跟神、使人跟人和好。我们一起邀请主成为你灵、思想、情感、意志、身体的主。如果你有这些不舒服，你可以手按在你这些不舒服的地方我们恳求神医治的大能与你同在。我们一起开口同神来祷告，求神医治的大能就充满，求神供应充足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活当中。开口来祷告，开口来向神来呼求，开口来向神来支取他属天的能力，让他的属天的权柄、能力、供应、医治就充满在你的亲人身上。主啊，我们奉你名来到你圣灵宝座面前，为要得着你的怜悯，得着你的同在。特别是我们需要你的同在，因为你同在就带来我们丰盛的恩典。你的同在带来不可能要成为可能。你的同在带来的医治，带来的你的带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用你的道来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因为你的道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让我们能够灵里面能够得着自由。我们需要你的同在，主啊，我们需要你，需要你的同在。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们供应者，耶和华拉法，医治我们，让我们能够专心的仰望你，也让我们知道唯有你是神，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拯救。主耶稣，你来就是要带着和睦这样的关系，让我们跟神，让我们跟人之间有美好的关系。谢谢主，每一次我们来祷告敬拜的时候，主从你的宝座赐下你的恩典。我们在困境当中需要你为我们开启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在缺乏当中需要你的供应，我们在身体病痛当中
需要你医治的权柄。我们恳求你，这时候就透过我们同心和祷告，赐下各样我们的需要，经历到你是又真又活的神。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为了主日来守望哦。每一次的主日敬拜，我们恳求神就降临，我们恳求神的同在。我们一起来宣告主的话说：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神要听他们的呼求，听我们的呼求，拯救我们。我们一起为今天的整个服事，不管是成人或是儿童，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会议，都充满神的恩典。我们要为了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恳求神与我们连结，我们也能够与他连结。为了台湾圣经公会的事工，他们的需要，愿主来供应。为了我们这个礼拜六开始到下个礼拜天我们有临时和会选举，从礼拜六晚上的投票一直到礼拜天都能够顺利。我们也为友爱基金，让我们从耶稣的眼光看见那些需要的人的需要，也能够帮助他们在困苦当中感受到神的爱、神的同在。我们也求主来赐福，让这些受帮助人早日能够离开这些生活的压力。面对新冠肺炎的传染，我们求主来保守看顾，特别是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基金，能够扶持他们，让他们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一起站立，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开口来特别为牧师为我们所有的服事人员来祷告守望，让神的真道能够扎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主们，谢谢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证明在赞美敬拜当中，我们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宝座设立降临。我们要经历到你丰盛的恩典，经历到你的慈爱。主啊，我们首先要来大大的渴慕张口。主啊，当我们大大张口的时候，你大大充满在我们灵里面。主啊，兴起你的百姓来服侍你。主啊，让那困境当中经历你的，他们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施恩赐福的神。主啊，在敬拜当中，我们渴望与你相见；在敬拜当中，我们渴望你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在敬拜当中，愿你的话就彰显你的慈爱、你的公义，也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没有办法离开你。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每一次的敬拜赞美。主啊，我们真的渴望你的宝座就在这里设立。主啊，我们渴望看见你的荣耀。主啊，但是当我们看见你的荣耀，我们需要预备我们自己，需要预备清洁心来渴慕你，如切慕溪水。主啊，我们需要你的同在，需要你从宝座赐下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亲近你，为要得着你的怜悯。主啊，每一次我们的亲近，每一次我们敬拜，都是神你所悦纳的。主啊，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渴慕你，渴慕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帮助我们明白你的真道。谢谢主，我们要同心合意用主祷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而被创造而有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用喜乐的心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
和喜美。你的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高歌不必永留在这里。主了吗？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的全地和喜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高有就必永留在这里。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高有就必永留在这里。再一次献上赞美祭，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高有就必永留在这里。神的高有，神的高有就必永留在这里。神的高有，神的高有就必永留在这里。让我们热烈的掌声鼓掌，将一切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阿妹。当年上帝带领着他的子民，在仇敌的追杀中渡过了红海。摩西在西乃山上得见上帝的荣耀。如今我们在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是疾病还是经济？是亲情还是工作？是爱情还是学业？现在我们也要看见他的荣耀彰显在我们身上。请你让我们一起来呼求他的名。我们用这首歌，我要看见，来呼求主与我们的同在。求你降下同在，在你之名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之名的赞美中。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请姊妹来唱。求你降下同在，在你子
来呼求。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们呼求你的名，求你恩待我们。我们宣告你的名，求你怜悯我们。求你与我们同行，使我们的安息在你眼前蒙恩。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主啊，我的恩典不在你以外，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使我们的心得刚强；当我们悲伤的时候，你使我们得安慰。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跟随你的脚步，携手共步这恩典盼望之路。让我们用这首歌《恩典之路》来敬拜赞美他。你是我的主，从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是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一步又一步，这
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亲爱的主耶稣，当我们无路可走、没有盼望的时候，你来到世上，就是为我们开启一条恩典的道路。我们没有办法借着自己的献祭，借着牲畜为我们开路，为我们除罪。唯有你是神的羔羊，为要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你来要帮助我们能够看见这条恩典的道路，也能够走在有自由在地的恩典的道路。主，谢谢你，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恳求你的同在，按着你的心意，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开启我们心窍，明白你的真理，叫你的真理使我们得着自由，除去那为奴的心，释放我们能够专心的仰慕，专心的敬拜。愿你垂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现在欢迎如果有第一次在我们当中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哦，有没有？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一起来看周报的消息。今天是普世圣经纪念主日请兄姐关心代祷奉献，特别为圣经公会的事工来代祷跟奉献。也一直因疫情的需要，现在有一些的放宽了本来是整栋现在可以逐层每一层有一些的限制这样那感谢主，我们也看见有一些的预告看能够在不久将来也能够降级但是最近如果要脱口罩可能也不大可能但是我们好像已经习惯了以前牧师在讲到要脱口罩，不然没有办法呼吸，现在好像比较习惯这样所以很多习惯让我们成为自然，但是为了我们健康，所以我们在第4页有我们在礼拜当中的一些的需要那这些的时间大概我们都明白那我们也遵照这些的时间来做礼拜好，那我们还是有一些的防疫的措施遵照政府的规定我们来遵守保护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那因应这样的一个疫情，那我们10月3号的临时混合会有一些的调整，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那我们从这个礼拜六弟兄姐妹，我们请小组长就是再宣导一下那我们以出席的人数，就是投票的人数作为依据。10月2号加10月3号的投票数就是我们的出席人数但未出席我们就看为是不可抗力或者是请假。那我们这一次只进行1次的选举，过去我们可能会征求弟兄姐妹我们进行第2次、第3次，那因为疫情的缘故，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恳求上帝真的怜悯众教会
那能够一次就能够选举出我们所需要的这些的名额哈。好，那我们请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一样注意哦。从礼拜六，这个礼拜六5点半哦，下午5点半到7点半，我们可以来到教会1楼，我们有会设置一个专区，那领票哦，我们会书记在那边哦，简中义长老会在那边点名，然后领票，然后我们就进行投票，会有一个地方安排哦。那你投完之后，你要上7楼做礼拜，或者是回家线上来观看做礼拜都可以。那我们7点半就会票柜会封箱。那在10月3号8点开始，我们就拆封，然后继续来接受投票。所以10月3号的早上8点开始我们有第1场、第2场这样那第1场的话，你就是8点，然后领票，然后进行圈选之后投入票轨，你要上来做礼拜，或者是回家来观看线上礼拜都可以那直到第11点那我们台语的这个时间也是一样，到11点我们会截止投票统计。那在这样的一个礼拜的当中，在台语礼拜当中，牧师会宣布我们在场会员有过半数以上同意会员合会就是成立成会。那宣布成会分发计票之后，如果比如说有250260那就超过一半131就当选这样这样不知道明白吗所以记得我们可以互相的提醒那让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当中，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因应的措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有符合这些的长老跟执事推荐的名单我目前长老的名单有一些的调整。好，下一张。有一些人他们不便被选，所以我们目前到目前有13位的长老候选名单，我们要选出4位选出4位。好，那我们来看小会推荐的执事名单，虽然是普选，但是我们为了要让这个样的一个选举能够顺利所以小会每一年都会有推荐的名单。那我们有要选出6位那我们再请同工在各个群组当中，我们让他们知道，也预备就是在当天要投票的礼拜6、礼拜天我们旁边又架个电视，让他们来先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候选的名单。好，那我们今天1点有召开长执会请我们的同工就在2楼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我们就开放在2楼，这样的距离可以比较有防疫的距离。那我们10月10号会举行敬老那颁发礼物给在籍的这些的满70岁以上的这名单我们公布在第7页这个是你的籍在我们的教会。那当天还是会有预备一些的礼物了那今年会有一些的调整礼物的内容，因为防疫或者是保存的缘故，还有财务的凭据的缘故所以我们就期待看有什么样的一个礼物这样那过去的东西昂贵但是就是会有一些的调整。好，那我们在10月10号如果那天当天来不是在籍有符合这个70岁以上，有这样的礼物教会已经建制完这个奉献的系统我们在第3页我们可以来看用这样的一个
QR code 哈，你可以进入到这个奉献系统，可以有各样的奉献的项目啊，至少100块以上哦。好，这个是方便我们各弟兄姐妹在奉献的当中哈，现在电子支付或者是实体的都可以哦。我们用这样来支持教会在圣工的方面的推动啊。疫情确实我们大家都会受到一些的影响哦。不过我们来经历神在缺乏当中，我们依然享受神的供应。那我们希望如果还没有加入会员的，我们欢迎注册成为网站会员。那也可以上传国税局查询你的奉献记录等等哦，这是方便我们以后报税用。好，我们这礼拜3也有祷告见证会我们第一区的祷告见证会请预备，也弟兄姐妹一起来看看他们如何经历到上帝丰盛的恩典。那这个礼拜5我们也是有爱幸福讲座，我们的执事明文执事他来分享他如何在艰困的环境当中也会有遇到困难，但是我最近在问他最近怎样好感谢主面对疫情呢，神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开路也不断在扩长。那我们来听听他怎样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这个礼拜天下午3点是桃园长老教会吴仁牧师就任第10任的牧师受职感恩礼拜，我们为他们祝福不过他们还是会有一些的名额的限制防疫的规定。好，其他我们自己来看，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来读2遍，一起来。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出埃及记14章31节再一次。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仆人摩西。出埃及记14章31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意义，你不用勉强，你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亲爱的上帝，感谢您在我们过去这一个礼拜一直与我们同在，尤其在这疫情肆虐的时候，不管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困难，
主啊，我们知道这一路上都有主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也感谢您，让我们今天也能够在这里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朝见主你。在这边，我们可以领受到主你对我们的慈爱，并且经由牧师的教导，让我们更明白主你的真理。主啊，也求主你继续的看顾我们全教会的所有的孩子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与主来亲近。现在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才能，来做圣工之用。求主你来悦纳，孩子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坐下前彼此祝福说，我们一起来走恩典道路。请坐，我们一起来走神恩典的道路。我们要先来看圣经记载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14章，我们要从15看到31节。出埃及记14章15节，线上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读啊！一起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对不起，等一下，我抄错了。你举手向海伸张，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摩西向海伸张，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张，叫水扔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张，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借着我们观看出埃及记的记载，我们看见你的大能，你是一位拯救者，你要用你的手来护卫着我们。当仇敌追赶的时候，虽然有惊慌，虽然有害怕，
但是当我们眼目专注在你的身上的时候，当你开我们的心窍，明白原来你是那位全能无所不能的主。愿你开我们的心窍，明白你的真理，让你的真理释放我们，让我们得着自由。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来看恩典之路哈。世上有一些的苦难，有一些的困境，但如何在面对恩典的时候，我们透过这一些的以色列百姓成为我们的借鉴。可能我们会有一些的烦躁、埋怨，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惊慌失措哦。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其实这一段经文的前面，我们来了解，其实在出埃及记的第1章的第8节里面，我们知道约瑟他成为埃及的宰相，他被哥哥卖到埃及成为奴隶了。但是他为法老王解梦之后，法老王就提升他成为埃及的宰相，对，来治理，让他们度过了7年的丰收之年。面对7年的饥荒，他早有预备，因为上帝给他有智慧来管理这个国家，管理得非常的好。但是第1章的第8节说，有不认识约瑟的王兴起来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哎呦，这些以色列人怎么那么会生呢？生完之后又马上可以工作这样哦，所以他们就害怕说，有一天可能他们的人数会高过我们哦，我们可能有一天就被他们管哦。所以因为这样，这个新的王兴起来，就苦待了这一些的以色列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到开始从在以色列居住那这个不认识耶和华上帝的这个法老王本来之前呢，他看到约瑟灵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智慧所以他们就敬畏了耶和华上帝但是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就怎样开始要奴役他的百姓。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从约瑟他把他们的家族带到埃及到他们要离开埃及，总共430年左右。那我查了一下，大概照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他们大概在被苦待的时候，大概是400年左右的大约了那我们看到在哀声的祈求当中，上帝听了以色列百姓的哀求，所以我们知道从出埃及记里面就兴起了摩西那他差一点被杀害但是因为上帝的保护所以摩西意思就从水里把他救出来那他妈妈就用这个芦苇的篮子把它装起来，然后放到尼罗河的河中。后来有这个埃及的公主把它收养那后来我们就知道说，他在40年的皇宫受到好的教育，但是因为杀的人，为了他的同胞的缘故，所以他成为一个凶手。他逃离了在旷野的这样40年的生活那上帝透过40年旷野的生活，呼召他、历练他，然后他回到埃及回到埃及要带领他的百姓要来出埃及。这是上帝来施行他的拯救计划。刚开始他就推卸我没有口才我不善于讲话，我怎么样去跟法老谈判？但是上帝说没有关系不要有借口，没有口才我就赐给你一个代言人，你的哥哥嘛亚伦没有权柄能力，我赐给你权杖。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上帝就让他们离开。但是这个离开过程当中，我们知道10诫里面在这个样的电影里面，我们看到有10灾嘛10灾那透过这样10灾，法老王终于低头让他们离开让他们离开。好，就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你看后来我们看经文说，为什么这个法老王他会生气的？原本他们做奴隶，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离开的时候是怎样？这样，如果原本你是他主人，你气不气？当然很气
那在这边我们看到，原本他们应该很顺利要进入到迦南地，但是上帝有他的计划，他们就转回到巴利喜分这个地方哈。我们看左边蓝塞这个就是属于埃及地，他们出来哦。那奇怪，上帝为什么又要叫他们回转？原来要对付这个埃及的兵呢哈。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上帝使法老王的心刚硬。等一下我会解释为什么上帝要这么做哦。好，那这大概我们知道说，当他们面对这样的困境的时候，来到了巴利喜分，被埃及的军队追上了哈。那精彩就在这边哈。上帝如何让他们追上，然后在当中要用云火柱用云柱来阻隔这个过程。如果我们有看到这些电影，我们就知道非常的精彩。在面对他们前没有退路，后有追兵走投无路的时候，这时候就是在你的困境当中要彰显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奇妙的作为。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碰到困境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开始惊慌这些圣经都是在提醒我们，神在怎样人的困境当中，你仰望他，他会怎样彰显他奇妙的作为。最近的新闻我们看，如果你有看新闻，就一直在报道什么 CPTPP， 什么意思啊？它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的协定。我们有加入 WTO 嘛，对不对？但是虽然加入 WTO， 最近我们的水果，对，有什么水果被限制？释迦啦，还有莲雾啦，这个好像那个凤梨早就被禁了啦芒果可能也下一波了那我们看到，我们受到中国的一些的这样的一个限制那要加入这个泛太平洋的伙伴全面进步的协定当中，它目前有11个会员国，你要经过它的同意其实我们知道，台湾政府有这样的一个提出来，应该是经过一些的沟通啦，跟这些的会员国，特别美国这样那我们也透过脸书，我们知道总统他在他的脸书当中有提到说，这个其实对我们的经济是非常有大的一个帮助，因为很多我们都走不出去，我们都受限在中国的一些的经济，他以前给你糖吃，现在就把你掐住这样所以这个其实跟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是很像我们到底有没有出路？可不可以走这样的一个道路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冲击当中，如果我们成功加入，可能对一些农业、汽车业汽车零件组织会有很大的帮助。那如果没有加入呢，可能在石化、钢铁、金属等等这一些都会受到影响。那这个如果我们有在这一些的产业当中，就直接会影响到什么？我们的工作，特别有一些的服务业等等。所以弟兄姐妹，其实这个关乎到我们的经济也关乎到我们的民生。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关我何事啊？对不对？然后对岸又恐吓一下，哎呀，不要这样了没有必要去触怒对岸嘛，中国。所以就好像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最后碰到困境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说：“哎呀，带了我们来到这边，要让我们死在这边吗？”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抱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看，面对这样的一个人的困境，从以色列百姓他们所面对的，然后我们来认识这位神是这样的神。当你觉得你面对一些事情进退两难的时候，进无步退无路要怎么？你前面没有路把我们带到这个巴利喜分，然后前面是红海上次我们去红海，我们是带着愉快的心情在那边度假。
我们一堆人还在那边看着分红海这样踩在那边，然后住红海度假村。但是他们来到这边是怎样？跑路了，然后又看到后面有600辆精选的这样的一个马兵车辆来追赶，意思就是要让你们死啊！这样一直有人要阻挡我们，然后我们要加入 CPTPP， 就你们不可以，你们是属于我们的。每一次我看到这样的新闻，我心里真的很不舒服。每一天常常有人恐吓你的时候，你舒服吗？当然不舒服啊！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自由自主的国家？这些百姓也是一样，我们做奴隶400年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走到一条自由之路？所以在自由之路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有一些的限制或者一些的挑战。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这段经文来认识在我们生命当中遇到困境，帮助我们开启恩典道路的上帝。即使可能你正面对好像这些的以色列百姓一样，面对红海没有路可走的时候，怎么办？我们要在操练学习这是在困境当中让你更多的祷告，更多的寻求上帝。就好像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其实也是摩西的祷告，你知道。之前我们看到摩西的祷告，所以上帝才告诉摩西说：你在哀求什么？你在呼求什么？我们透过祷告，有时候好像是靠屌主，你怎么让我碰到这一些的病痛、困境，或者财务上，或者婚姻上等等这一些的关系上面的一个困境呢？所以弟兄姐妹要透过这段的经文，恩典之路之前走恩典之路之前，可能是一崎岖难走的道路。但是我们看到刚才的经文，上帝如何预备，在这样的一个崎岖的道路，不是马上大东风吹，好，你们就马上下海来走啊，而是经过了一夜，可能有一段时间我们要等待。上帝就对摩西说：为什么向我呼求啊？难道你之前没有经历过吗？现在正是起来行动的时刻，但是谈何容易？面对这些强大的军队，法老刚硬的心，想要置于我们死地。但是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原来刚硬的心是使我们自己置于死地而不是好我要让你死啊。反而我们看到埃及的军队他怎样？他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法老王听到这一些的臣民的报告，说这一些的以色列百姓逃跑了，他知道了，但是又因为这样的报告，他思想说，那他们跑了，谁为我们做苦工啊？很多这些的建设需要有这些大量的奴工，那没有这些人，我们就要自己做吗？所以百姓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怨言。因为我们知道，在10灾的最后一灾是什么灾？击杀什么？长子啊，连他的长子都死掉了。他是在被迫于无奈当中接受让他们离开埃及啊。但是思想真的是越想心真的是越不甘心，所以他就改变了心。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心意改变了。那我们做什么？我们让这些的奴隶逃跑嘛，失掉了一些的奴隶嘛。所以在14章的第4节、第8节就有这样述说说，上主使埃及王的心刚硬。其实这个使埃及王的心刚硬，就是另外一个解释，叫做任凭。好像罗马书第1章里面，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不感谢，故意不认识他，他就怎样？任凭出在力了。任凭的之下，就是让上帝的保护撤掉，所以他会失去眷顾。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心如果刚硬，他的保护被撤掉，离开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保护。所以我们看到他想置于对方死地，
600辆精锐的战车。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些的车辆都精锐尽出，反正就是我要把你们全部消灭。如果站在这样的一个情势的来看哈，当然这群乌合之众面对一群精良的受过训练的兵丁，当然没有办法来面对。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14章的28节，圣经告诉我们说，海水复原的时候，淹没了所有追赶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军兵，连一个都没有剩。这是在摩西他在对这些以色列百姓在惧怕当中宣告的时候，说你们不要惧怕，你们就安静，看上帝怎么样作为。所以我们都会惊慌，但是摩西提醒说，这时候你要安静。上帝让人任凭你的时候，我们常常讲，你如果管教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不听的时候，你都会怎么讲？弟兄姐妹，你一直在跟他讲这样做不行，一定会碰到一些的问题。孩子不听的时候，最后你都会怎样？出在你了。如果很气的话，出在你死了。有没有？如果有时候我们生气起来连那个死字都出来，讲不听，随便你。我已经苦口婆心跟你讲了。有时候我们心就是这样弟兄姐妹，硬心硬到完全听不下上帝的话，或者是好言相劝你就听不下。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刚硬的心害死了法老，还有他所有的这些精锐部队。这是圣经描写说法老临死之前最后一次的刚硬之心。所以这边也提醒我们，刚硬的心是导致我们丧失性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二个，我们来看到这些百姓他们没有经历过实在吗？他们没有看到上帝如果透过摩西的手彰显这样奇妙的作为吗？他没有看到。他们难道没有在逾越节遵守逾越节，然后杀了一头羔羊，然后把血抹在门楣门框，就好像我们在贴门帘一样吗？上帝的使者看到这一家有羊血涂抹，表示有代替牺牲，所以就越过去了。所以这个叫做什么？逾越节，就好像他们新年一样，重新开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当他们顺利的，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昂首阔步，他们离开，他们不是垂头丧气。当他们昂首阔步离开埃及，但是来到了巴利洗分这个地方，他们又看到后面精锐的部队追赶他们，一定要他们死，前面没有路了，怎么办？所以人就开始这样。如果你在民数记21章4到9节里面也会看到，路难走，崎岖难行的时候，人就开始怎样？埋怨。所以摩西举铜蛇那一段经文，我们就很熟悉。看到以东不让他们过，然后又走这困难的路、崎岖的道路，开始埋怨。惧怕当中开始就会埋怨。带领我们来到这边，要死在这边吗？说得很绝，说在埃及没有坟墓吗？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边，要让我们死在这边？民数记21章4到9节里面提到说，我们眷恋那些的食物，难道你要把我们带到这边，让我们饿死在这边吗？意思就是死无葬身之地啊，弟兄姐妹。所以我们面对这样惧怕的时候，反而会带来一些的怎样？一些的埋怨。我们开始会埋怨上帝。民数记又告诉我们说，这些百姓就怨毒了。怨毒是包括有咒诅摩西、上帝，所以就有铜蛇去咬他们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面对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圣经告诉我们，惧怕的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所以他们开始惧怕，他们就开始埋怨：我们好好的做奴隶不行吗？至少有的吃，死后也有地方可以葬。但是为什么要叫我信耶稣呢？那我碰到这些困境，以后戏不能摆，是不是？有时候会埋怨呢，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惧怕，我以后怎么办？如果信心不是很坚定的时候，又看到这环境被兴起来对付我们的时候，所以在摩西在旷野举蛇，在这样的尼波山这样的地方，我们都看到这段的经文在提醒我们：当人埋怨怨毒，死亡就临近；得罪神，神的保护就离开。第三个，我们要面对的是奴隶之心哦，奴隶之心的阻碍啊，长期400年，在他们的思想上我们就是奴隶，没有办法翻身。反正我做怎样战争，最后我都是失败者。弟兄姐妹，常常我们有这样，我再怎么努力，没有办法；我再怎么做，就是这样，上帝不会眷顾我。我们哀求这样，你看，好不容易出埃及了，但是到这边你看，又碰到一些的困难，早知道也不出来。这是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对摩西所说的，所以他们觉得真的是很命苦了。在埃及要被苦待，但是至少有葱、有蒜、有肉。这是我们如果去看圣经，他们还在眷恋没有吃东西吃的时候，对不对？他们就开始想：哎呀，所以台语讲奴才性带党，你知道？奴才性，有时候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哦。我们来信耶稣了，但是还有一些思想是停留在过去，然后受到那宿命论的影响。我再怎么做，怎么努力，我还是这样，我不可能改变的，我的环境不可能改变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奴隶的心，其实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去面对的。我们今天信耶稣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上帝对他们这样说：你们的后代要寄居在外国，在那里做奴隶，受虐400年。这个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背景哦。那这里是他们的埋怨，所以那奴隶的心就彰显出来。好，那这个奴隶的心要除掉，我们才能够成为上帝国的子民。所以上帝透过新约有一些的话也告诉我们：过去你们是为奴的，如今你们是上帝家里的，是子民，是儿女。所以我们要除掉这样的一个心志。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啊。圣灵会同证我们，当你受洗的时候，他会提醒你，你的生命不再是罪的奴仆，不再受到他的辖制。所以有一些思想，有一些行为，常常会受到他的辖制。所以要知道说，如今你受了洗了，你是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要有儿女的心，不是奴仆的心。所以当我们祷告，我们称为阿爸父。你知道他有他赐给你的权柄吗？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摩西怎么使用这样的权柄。如果你不会使用权柄，你就继续在那种困境当中，你依然就像这些埃及的百姓说什么：带我来这边死哦！你要害我们死在这边，死无葬身之地。我们还是做罪的奴仆，做埃及的奴隶比较好。有时候我们会回到过去那种光景里面，但是我们看到神就很奇妙，就是有时候要让我们在绝境当中，你才有一些的反省。
在困境当中，你要想到说神呢帮助我。所以最近我们读过耶利米哀歌嘛，靠掉啊了的时阵，你在呼喊的过程当中，可能你碰到困境是比你之前祷告要更多的时间，更多次，有没有弟兄姐妹？平常好像很顺遂的时候，比较少有这样的一个跟神有这样的祷告，也不是说没有了，但是大部分。所以这边也提醒我们，当遇到困境的时候，神并没有弃绝我们。所以说，人的尽头就是什么？神的起头。好，我们看到上帝说你要哀求什么？开始要去经历的，不是要只在那边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完之后，神要让你该做你要做，其他的我来做。所以遵命吩咐，其实像我们看圣经，你要去遵行，向你前面的道路走。虽然有困境，上次我们一直透过耶稣走海面，然后彼得走海面，我们一直在提醒说，海在近东，在他们的文化里面又视为黑暗权势的一个力量嘛。那这里也提醒我们，当神给你有这样话语，然后又给你有权柄的时候，你怎么样用上帝给你的权柄？好像过去对付了，在埃及当中，你看法老的心刚硬，不让他们离开，一次又一次，最后行使击杀长子。不是上帝给摩西有这样的权柄吗？以前这样权柄是招致这样的审判，是刑罚这些的埃及人，但现在要施行审判之外，也要拯救这些的百姓。所以弟兄姐妹，神给你的权柄是要拯救你，让你无路可走的时候有一条出路。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当他们遵命的时候，当他们按照神的吩咐走，如果是你呢，前面没有路，要走到哪里去？都是海，但是摩西告诉他们安静，不要惧怕，且看上帝如何拯救我们。结果上帝他的作为，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当中，我们需要遵命。你也知道神今天给你做基督徒的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吗？我们记得耶稣给这些门徒说，我给你们有这样的权柄，你们在地上怎样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马太福音16章那边，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怎样释放。提醒我们，神已经给我们这样祷告的权柄，你怎么样去透过祷告施行神的权柄在你的身上，行出这样的能力？真的，当他们照做的时候，神就命大东风，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就开启了一条新的道路。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无路可走的时候，更要去面对，不是逃避。今天神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困境的当中，在操练我们。你有没有这样的祷告？当你自己还有你家庭开始有这样的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弟兄姐妹他们不断的在经历。我们听他们在他们的祷告的见证的当中，我们在新的一季我们会来谈如何祷告。明年我们会怎么样帮助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自我还有家庭的祷告的生活。当我们一起来经历，我看到最近很多弟兄姐妹，无论是在财务、在身体、在各方面，面对很多很大的困境，但是透过大家的祷告，你愿意提出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些困境带来的是看见上帝他彰显他的大能，他的全能。包括上次我分享我岳父他经历了这一些的过程，这次回去就做了一个家庭礼拜。我回去还是有任务，你知道吗？就带领提醒，让这些的害怕惊吓能够离开。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操练。
明年是一个我们要推动操练，不管是你个人的，或者是家庭同心的祷告的很重要一个关键。你自己要在走投无路，有神开启的道路的那个时刻吗？一起来。如果这些百姓没有听摩西的吩咐，还是一直在那埋怨抱怨，就没有大东风，就没有云柱在以色列百姓还有埃及的军兵当中。你看刚才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当他们愿意摆上、愿意遵行的时候，摩西向海伸杖，然后上帝就把云柱使者调到哪里？调到埃及的兵还有他们当中。云柱彰显的时候，一边是暗的，一边是什么？光明的。唯有上帝。这边让我们看见、认识到这位神是怎样的神，掌管宇宙万物万有的上帝。第二个，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他要带领他的百姓，他要应许他的百姓进入到迦南美地，他就是这样的应许。最后是他要彰显他的公义，他要对这些罪来做刑罚，但他又是慈爱的神，他要拯救他的百姓。所以出埃及是一个拯救计划，一直到耶稣出现，一直到我们现在可以接受耶稣的救恩。所以他掌管万有，连风和海都听命他。所以你信靠这位神是掌管万有的，所以尽管使用你的权柄祷告，做不做是谁的事啊？弟兄姐妹，我们常就想到不可能，看到环境的时候不可能，祷告就没有信心。但弟兄姐妹，这一些的经文都是在提醒我们、操练我们。祷告是你的事，做不做是神的事嘛，对不对？阿们吗？所以我们不要在那边自己哀哭叹气，就是起来祷告，面对的时候向前走。可能他们如果在那边唉声叹气，他们就无路可走。所以当他们遵命的时候，然后摩西也听命，再一次伸出他的权杖。当你愿意这样的一个宣告，用上帝的话来做宣告祷告的时候，命令捆绑这些黑暗的权势离开。你看这些象征的黑暗权势力量的海就分开了。神的风，当也有学者说是代表圣灵，圣灵的运行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开启了一条新的道路，让他的慈爱进入，让他的刑罚审判对付我们的仇敌，也带领我们走出一条道路。最后我们看到这些的百姓，他们见证了，他们本来是很悖逆的。我们接续来看，就是他们离开了，然后他们拜金牛犊，然后他们又搞了一些东西哦，他们都忘记了，很健忘的哦。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当他们看见了上帝如何用云柱把他们隔开，然后一夜当中分开的时候泥泞嘛，对不对？还是湿的啊。但上帝又透过这样的一个一夜的东风吹，最后怎样？让他们走在干地。神就是那么体贴，不会让你聊淡落瓜埋，不会让你在那种困境当中陷入在那种泥沼里面，会要帮助你。所以我们看到，当他们走过了，摩西权杖一伸，然后呢，水又合起来。这些刚硬之心的人就死在什么？这个海中。当这一些的百姓看见上帝的作为、奇妙作为的时候，最后他们怎样？敬畏了神，然后怎么顺服了摩西的带领。但人还是很健忘，后面还是怎样？还是依然自我。
摩西40天没有看到，他们就开始要找自己可以敬拜的这样的一个对象。所以弟兄姐妹，当这些以色列百姓能够看见上帝用大能击败了他们所面对的困境的时候，他们就荣耀、信赖也信任摩西啊。上帝让这样的一个黑暗能够除去，让他们所面对的困境能够除掉，让他们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哈。这位高尔仪姐妹哦，她在过去她的生命的当中，她觉得她被弃绝哦。后来她成为一个专任的道士，但是她的生命还是充满了一些的苦毒。她在生下大概100天的时候，她的邻居看她可爱，就跟她的父母讲说分阮妻啊那样。所以她在生下100天，她就被送走成为邻居的养女。她家有大概9个兄弟姐妹，家庭也不是很难过啦。但是因为看到他2哥当时生病因为这样的缘故，把他送给人，所以他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是充满了苦毒。他觉得他的这个原生家庭是怎么样抛弃他的，弃绝他。所以他每一次如果有机会经过，他是住在新店的碧潭那边他每一次经过他的原生家庭那个店铺，他心里就充满了苦毒，充满了怨恨。为什么是我？9个兄弟姐妹，为什么是我被抛弃，被送给人家养？所以在成长过程当中，他的养父母经济也不是很好过，所以他又成为这样的女工，然后在工厂做工，然后在传统的民间宗教信仰这样的一个信仰里面度过他从来没有听过基督教。我也觉得很纳闷，因为新店长老教会是马街设立100多年的教会但是有时候就这样，如果没有人传，他就没有听过。直到30岁，他面临一大笔的这样的一个债务那心情很低落，那朋友就带他拜东拜西，然后后来他才学习这样的道士的课程，后来成为专职的这样的一个道士。那他到处就是为人家念经普度消灾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觉得我是在做功德，但是为什么我还是被倒了100多万的债务，还是过得不好，心里还是觉得很空虚。他听到哪一个仙山有这样的一个很棒很灵的这些的老师，他就去，然后拜师学艺，但是他依然怎样不好过。每一次他在拈香的时候，他就在问说，到底我的主人是谁？我的主是谁？我到底从哪里来？他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别人问的是健康，问的是财务，问的是婚姻，问的是感情，他问的是我从哪里来？他的心真的是非常的空洞。那在2010年的时候，他的媳妇常常邀他，他的媳妇是基督徒，然后他邀他，他就是不甩看不起。那他的媳妇还是残忍的功夫非常的黏，到最后他就不得已，好了，我就跟你去看看顺便去踢馆。结果到了教会，他觉得怎么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偶像，然后他要找偶像都找不到。当他唱诗歌的时候，心里那种喜乐，那种平安。所以经过1个礼拜之后，他一直在等待看他的媳妇有没有在叫他。终于礼拜天到了，就邀请了妈妈，我们一起来去做礼拜，他就一口答应了那在几次的这样的一个聚会敬拜当中，圣灵的感动，让他觉得他找到了那种平安，心里不再有这样的空洞。所以后来他就受洗成为一位基督徒。
他离开了，他面对心里面这样的一个束缚捆绑，他成为一个很自由的上帝的儿女。所以感谢主哦，其实在我们面对这样的困境的当中，神透过不一样的管道机会来帮助我们。所以他在2010年1月23号自由日的时候，他受洗成为基督徒，他找到了他自己的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看到，可能我们要面对的是自己刚硬的心，或者是我们常常是惧怕的，看到环境的兴起，我们就心里充满惧怕，然后就埋怨，包括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就好像奴隶的心被锁住、被困住了，我们好像我再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但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不是这样。你怎么样看神在你的生命当中行奇妙的作为？无路可走的时候，神要为你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为你开江河。所以当这些百姓他们见证了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无路可走的时候，主为他们开启一条干的道路，一条恩典的道路，一条朝向迦南美地的道路。但是我们还是要小心，不要死在这个旷野里面，我们要走出旷野。因为后面的经文告诉我们说，20岁以上的都怎样？除了约书亚跟迦勒，都死在哪里？都死在旷野。我们恳求神帮助我们，就好像这些百姓信服神，是要一直信服下去。让我们一起走在神给我们的恩典道路，那种干的道路，是要进入朝向迦南美地的道路。我们一起来一起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恩典。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爱，你手
生的道路。其实我们是碰到困境无路可走，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方法，我们都没有办法。神你的话叫我们说，勇敢向前，且看我如何在你的生命当中行奇妙的作为。主，你也给我们有这样的属灵的权柄，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用，我们忘记用。主提醒我们，就好像摩西伸出权杖，面对黑暗的力量的时候，他要散去。在旷野当中，在大海当中，神为我们来开路。主，谢谢你，透过这一些的经文，其实一直在提醒我们，除掉这为奴的心、刚硬的心、惧怕的心，且看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行奇妙的作为。主，愿你的全能再一次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知道如何使用你所给我们属灵的权柄。天父上帝，继续用你的慈爱帮助我们开启一条恩典的道路，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勇敢的向前，也能够走在上帝你恩典的道路，像这些百姓一样惊讶赞叹神你奇妙的作为，也将一切荣耀感恩都归给你。愿你赐福我们，在我们弟兄姐妹无路可走着面对困境的时候，为他们开启一条恩典之路，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赞美主圣名，赞美主圣名，你名的权力和喜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可以敬拜在爱里，不分时刻在你殿中欢呼大喜啊！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眼，神的羔羊就必永留在这里。我们再次拍掌，将荣耀归我们主。弟兄姐妹，我们的礼拜就在这边，我们彼此来祝福说：神为你开启一条恩典的道路。神为你开启一条恩典的道路。我们请做默祷。我们今天的礼拜。